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做 Van，今日係2026年7月1日啊。因為咧驚翻大陸嘅話咧，夜晚翻嚟會好多人啊，所以決定今日留港消費啦。咁大家今日同我過一日，今日會喺九龍灣嘅第一站啦。首先咧就喺九龍灣地鐵站 A 出口嘅美心。以前細細個生日基本上都係喺美心西餅度買蛋糕噶啦，唔知而家你哋生日嘅時間仲會唔會喺美心買蛋糕呢？訂個2層嘅蛋糕，好抵啊！啱啱咧喺美心嗰度咧就已經咧訂咗個蛋糕啦，因為我有4張餅卡，再用埋 YUU 嘅積分啊，補翻50幾蚊就可以換咗一個2磅嘅2層蛋糕啦。好，而家去下一站，一個新嘢帶大家去睇下。一條直路由九龍灣站 A 出口行嚟 B 出口。今日想帶大家去嘅就係九龍灣 B 出口嘅東九龍文化中心，唔知有邊一個嚟過呢？好方便，地鐵站呢度一出嚟，一行上去對面就已經係東九龍文化中心啦。行一條天橋就嚟到門口呢個位置啦，東九文化中心。EKCC 就係東九龍文化中心嘅簡稱啦。哇！一入到嚟呢度，好寬敞，至中意就係呢度嘅冷氣。喺九龍灣地鐵站 B 出口一出，一條天橋就已經直達呢個東九龍文化中心啦。哇！好大好靚啊！最主要呢，而家夏天呢係佢冷氣好充足，一入到嚟超級舒服。影一個地方俾大家睇下，其實咧佢已經係開咗好幾個月噶啦，亦都係有一啲 show 咧，就已經咧係可以喺呢一度睇。呢度地方好大啊，佢都好好啊，準備咗啲凳咧，俾人可以喺度坐下。呢個東九龍文化中心入邊啊，就有間餐廳嘅，環境都唔錯噶。呢間叫做心心念念餐廳嘅。地方咧就唔算好大嘅，係食西餐嘅。咁我睇中咗佢呢度咧，就係有個 free flow。我見到佢咧2個鐘頭啦，飲紅酒白酒咁樣飲咧，都係118蚊嘅啫。整個東九龍文化中心咧，佢嗰個地方咧係好闊落，隨便一度都係一個打卡位啊！望出去淘大。嚟緊就係有嗰條天橋啦，而家暫時未開嘅，就係咧可以由東九龍文化中心駁過去淘大嗰邊，咁就會方便好多啦。頭先問咗工作人員啦，而家咧上面嗰層啦係未開放嘅，咁所以咧我哋就唔可以上去啦。喺呢一層行咗一個圈，我發覺有個免費嘅 workshop 啊！呼吸之光。觸感之聲，透過唔同嘅質料嚟到去感受唔同嘅觸感。一格織物，除咗可以睇之外啦，仲可以摸下，仲可以自己親手織下，感覺一下。今日係7月1日啊，佢話呢個 workshop 係第1日嘅啫。佢已經準備好啲材料啦，咁就俾有人咧就可以自己 freestyle 咁樣嚟到製作。呢度仲會有啲售票機，城市售票網嘅售票機。啱啱就影咗東九文化中心入邊嘅環境同埋設施俾大家睇，而家亦都帶埋大家出嚟影一影佢外圍嘅環境俾大家睇下。東九文化中心好快就可以將九龍灣地鐵站同埋淘大花園連埋一齊啦。喺呢個東九龍文化中心行出嚟，而家帶大家去德寶商場，行呢條天橋落去。前面嗰度就係德寶商場啦。Go！ 今日好好天氣啊，雖然冇返深圳，但係喺香港都可以按摩噶嘛。但係咧又唔使嘥時間過關啦，又唔使俾起碼100蚊啦，返深圳嘅交通費來回係咪先？咁所以129蚊按45分鐘嘅，大家覺得抵唔抵呢？呢邊就係淘大商場，行過嚟直行一條路，嗰度就係德寶商場啦。Let's go！
喺淘大花園影返過嚟呢個東九龍文化中心，而家就係等緊呢一條橋開啦。由淘大花園去德寶商場就係一直行呢條路啦，中間會經過呢間淘多多嘅商店，我覺得咧佢就係淘寶啲 friend 嚟嘅，佢賣嘅產品咧應該大部分都係嚟自淘寶嘅。我都幾中意咧佢呢度賣嘅旅行數據卡我試過買嘅，價錢又平，而且咧係非常之好用。一直行過去仲會見到呢間超人燒鵝，除咗賣燒味之外，佢仲有賣兩餸飯㗎。跟住真係要推介呢一間榮中燒味，睇唔睇到個價錢？中學生無論買單拼定係雙拼嘅燒味飯都係18蚊，而我哋大人買單拼都係20蚊，雙拼23蚊。而家呢一度講緊係九龍灣喎，哇！竟然有呢個價錢，大大隻字 show 喺度㗎吓。仔細影俾大家睇下呢度啲燒味先，嗱真係好靚好新鮮㗎喎，全部掛晒喺度。我就簡簡單單叫盒叉燒飯俾屋企人試下啦。你睇下店員服務好好啊，即刻幫我斬料。買完即刻開嚟俾大家睇下啦。哇！佢啲飯呢係超級熱嘅，係辣手㗎，而佢啦叉燒嘅份量都唔少喎。我屋企人試咗啊，話個味道好好食，啲叉燒好腍。直行到嚟九龍灣豪宅啊，浩日。你睇下浩日樓下都有間 Hot Mess 買嘢好方便，連住嘅就係而家要去嘅德寶商場啦。浩日樓下嘅好特賣，又同大家入去好特賣睇一睇啊！當初啦，我覺得最吸引人嘅就係2蚊一罐可樂，不過而家都做唔到啦。好特賣嘅飲品咧係特平嘅，係5、6蚊嘅啫。有好多品牌嘅麵啦，或者係自煮火鍋，19蚊都有面膜賣。勁大呢間 Hot Mess， 兩餸飯、點心店，跟住就入德寶商場啦。入到嚟德寶商場，轉咗一斗龍林水產，即係街市啦。街市再直行，轉右就到啦。惠康對面就到啦。玫瑰足浴養生館，呢一間係德寶商場新開嘅足浴店啊，睇唔睇到啊？6月26號先開張嘅咋，咁影一影入邊個環境俾大家睇下。大廳入邊呢就有5張嘅按摩凳嘅，行入去啦就會有3個房間，每個房間都有1張床可以按身。另外啦，店入邊更加有洗手間添啊！唔講咁多啦，即刻按腳，而家129蚊45分鐘啊嘛！呢度啲師傅啦，全部都係經驗十足噶啦，話起碼啦做呢行呢做咗10幾20年噶啦，所以呢，一按落嚟啦就知道你邊一啲位啦係特別攰噶。除咗按腳，呢度按身都好抵啊！無論你係穴位按摩又好，或者係淋巴排毒按摩都好，都係198蚊45分鐘免小費。我當然同觀眾爭取咗福利啦，只要拎住我條片啦，俾返玫瑰足浴養生館睇，無論你幾多點嚟啦做按腳，都係可以試做價129蚊45分鐘，而呢一個優惠呢，而家係會去到8月31號嘅。按腳又好，按身又好，做完之後喺度坐低舒舒服服飲返杯先走。啱啱喺玫瑰足浴養生館呢度啦，做完129蚊按腳，跟住行過嚟呢邊去譚仔三哥食個 tea。好耐都未食過咁平嘅下午茶啦。有間麵店啦，有間食日本嘢嘅，跟住仲有吉野家。呢度有個冬菇亭嘅酒樓，但係而家嚟譚仔三哥，而家嚟隔離嘅譚仔三哥食返個下午茶先，15蚊試下先。而家已經入到嚟譚仔三哥啦。肉桂焦糖多士，拼凍檸茶15蚊啫。
而家應該大家樂大快活都冇1字頭啦，15蚊係好抵嘅。啱啱咧就喺玫瑰足浴養生館嗰度按完腳，跟住就走過嚟隔離譚仔三哥呢一度咧嘆翻個下午茶嘅。你睇下望落去係靚仔嘅，再加杯凍檸茶，試下先。熱辣辣出晒煙，見唔見到啊？試下先。真係有肉桂味嘅，同埋啲糖檸檬茶都有3片檸檬嘅，15蚊成個餐。個檸檬茶都 OK 嘅，其實成個餐好滿意，15蚊超抵，推薦大家嚟試。咁佢就係咧喺每日下晝2點半至5點半都提供嘅。我今日係7月1號都有啊。今日7月1日，揸住張 JCB 信用卡睇下有冇優惠。買呢一個雪糕2件16蚊，買2個雲呢拿2個朱古力32蚊。用 JCB。好啊，係 JCB 唔該。Thank you， 唔該晒。介紹多個優惠俾大家 ，JCB 信用卡。只要你有 JCB 信用卡啦，咁咧你喺 OK 每消費30蚊咧就減10蚊，佢1個月咧就得1萬個 quota 嘅啫。今日喺7月1日，我當然啦就可以成功買到啦。頭先買咗4杯雪糕32蚊，俾22蚊啫。最後一站嚟到麥當勞買個早餐，佢係我今晚嘅晚餐，而淨係7月1日先有嘅咋。第一日有朱古力 pancake。買返嚟屋企慢慢嘆，40蚊5毫，全日供應嘅麥當勞早餐。今日係7月1號，麥當勞全球首發朱古力麥griddle度，耶！你睇下雙色都有齊晒，今日全日都供應嘅麥當勞早餐，即刻嚟試下呢個朱古力味。哇！真係有幾多朱古力㗎噃。睇支叉，都有啲朱古力醬添喎。係特別嘅。但係試翻佢呢個 original 嘅味道先。original 呢一個咧，反而冇咁甜喎，唔知係咪食嘅朱古力味先呢？但係成功喺第一日就即刻已經食到全球麥當勞首發嘅朱古力麥griddle啦。多謝大家陪咗我一日，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呢條片，記住要訂閱、like、share， 仲可以留言俾我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